現在係亞基電視台本台記者阿基咧，為大家報道幾則有關本台嘅新聞嘅。咁因為台長抱恙啊，咁所以阿基咧就代替台長報告新聞。咁啊，首先報告一下咧，昨晚咧台長咧就同台長夫人同埋一班朋友咧去原住民餐廳嗰度咧慶祝太太得到亞軍嘅比賽，咁就羽毛球亞軍嚇。咁就阿基咧就厚顏無恥啊！即係阿基台長就竟然喺原住民老闆以及駐場嘅歌手表演之後咧，喺佢哋嘅面前咧高歌兩曲。咁另外咧就係喺佢哋面前跳舞嘅。咁啊有關嘅畫面咧都擺咗喺本台嘅 playlist 啊，各位觀眾啊自己即係如果有時間嘅話咧就歡迎欣賞，多多支持。咁另外今日咧，本台有幾則即係短片嘅嚇，咁其中一則咧就係太太咧同朋友打比賽嘅畫面嘅，咁啊會喺夜晚8點半播出。另外就本台較後時間咧都會播足幾則關於阿基台長嘅一啲生活嘅影片嘅。其中一段影片咧就係記錄咧台長呼籲，即係幫台中弟弟證婚嘅，咁就希望大家多多捧場啦。另外一則咧就係會記錄阿基台長咧喺台灣第一次用電話成功訂台嘅，咁就一段感人輕鬆嘅趣事。咁最後咧要講出咧就係呢個重要新聞啊！咁啊會喺晚上7點鐘播出關於台長嘅桃色事件啊！咁啊希望各位觀眾密切留意啦。咁因為台長咧昨晚咧喺原住民餐廳嘅表演咧就太過激動啊，所以就今日身體抱恙啊！咁啊講多少少，返到屋企發燒啦，真係。咁跟住然之後咧，所以今日冇時間去換套衫去報導啦，冇咁正式咯。咁啊，希望各位觀眾多多包涵啊！最後亦講一句阿基電視台搞笑認真，認真搞笑，一不小心喚起你赤子之心。祝大家開心快樂 every day，開心快樂每一天，拜拜。